直接电源供应啊，电源了哈，供应器跟这个主机板连接，这个主要的哈电源供应线，然后这个是 CPU 的供应线，有两个插头，就是要给2个 CPU 用的，有的4个插头就4个 CPU 用的。这个 CPU 中央处理器在风扇的下方，然后这个是记忆卡，不是卡是体，记忆体哈。它这个是接那个新型的硬碟，SATA，这资料传输的，这个小SATA的硬碟要用的电源供应的插头。这个是旧的硬碟的电源供应线的插头。另外还有资讯传输线，一片型的，一片的哈，带状型的。然后要知道说是这个电源启动，如果知道电源启动的话，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坏掉啊。有插记忆体的话，这个叫记忆体哦。有插记忆体，这4 G 的。有插记忆体的话，看这里啊，这里有写4 G 哦，4 G。这个记忆体的容量是4 G 的哈。记忆体的进步很快啊。金士顿的呢？怎么没有办法照得清楚？金士顿啊，这黄黄的像黄金的，这个叫金手指啊，啊，有插上记忆卡，再启动开关。如果没有 B， 那就是记忆卡，记忆体坏掉。开机没有 B， 那就是记忆体坏掉。然后记忆体拿掉，记忆体拔掉，再重新开机，都没有声音，静静的，那就是主机板坏掉。那主机板坏掉，先检查看看这个叫电容器，有那个十字形的，也有这个不是十字，是 K 像 K。如果向上膨胀，扑咕了，像蒸那个年糕，吹发贵，像包子这样像凸起来，那就是电容器坏掉哈。可以用旧的电脑主机板拆下来焊接。有试过了，行得通。电源供应器也有买来就容易坏掉，也有买来就发生问题的呢。开机以后没多久就关掉了呢。那就是这个，这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的问题。